將2026年 ICM 移出美國，點擊新網站。我們以下簽署的數學家們，呼籲 IMU 重新考慮將於今年7月在美國舉辦2026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的決定。我們高度依賴 IMU 於2022年創下的重要先例。當時 IMU 決定在俄羅斯因烏克蘭侵略戰爭及在俄羅斯舉辦此類會議可能涉及政治言論自由與 LGBTQ 參與者安全的潛在風險。在這項過去的決定之後，沒有任何有力的論點能說國際參與者在這次 ICM 的安全性比2022年在俄羅斯時更高。現任美國政府毫不含糊地展現了對移民的無盡仇恨，這種立場增加了前往美國的風險，因為美國目前正處於戒嚴邊緣，且嚴重擔憂學者或任何人前往美國可能被拒絕入境。事實上，法國數學學會也已基於這些原因選擇不參加該會議。美國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政府特工可以僅根據種族外貌或語言攔查並詢問平民的移民身份。全國各地有許多美國公民被捲入這場大網，且在經歷可怕殘暴和長期拘留後才被釋放的案例。明尼亞波利斯和洛杉磯街頭，邊境巡邏隊和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特工對美國公民的高度公開謀殺事件，並未阻止甚至減緩這場殘暴行徑。聯邦執法人員對被拘留者的系統性虐待持續無掩飾。我們舉例來說明最近努魯爾、阿明、沙亞、阿拉姆 Nurulamin Salam 的案例。他是一名盲人，在被 ICE 人員帶走後凍死，隨後被遺棄在遠離家園數英里的地方。而在費城擬定主辦城市 Paradela 在 ICE 拘留期間孤獨去世，無法與家人見面。據信，假設政府相信那沒有故意傷害，是嚴重醫療疏忽。IMU 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學家，這些人可能不認為 ICE 特工有歸屬感，因此也可能遭受無差別騷擾和身體暴力。即使來自現任美國政府暫停簽證處理的75個國家的數學家能夠取得會議簽證，我們又怎能期望這些數學家能安全造訪費城，並在無懼傷害或非法拘留的情況下順利參與會議？IMU 在推廣全球數學家間這種冒險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尤其是在超過40個國家已對其公民在往返美國時發布旅遊警告。因此，如果 ICM 的目標是促進數學家間的國際團結感，那麼 IMU 若堅持在美國舉辦會議，將完全無法達成自身條件。實現這種團結感的不可能，不僅來自川普政府在美國境內的行動，也源於其對全球基本人性的公然漠視。因此，正如許多數學家反對俄羅斯主辦 ICM 一樣，理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們也主張現任美國政府使美國在2026年無法主辦 ICM。事實上，美國透過大規模攻擊破壞世界穩定的角色包括：委內瑞拉領導人被非法綁架，聲稱是虛假的毒品戰爭指控；加勒比地區持續進行法外處決。協助並教唆巴勒斯坦持續的種族滅絕，包括推動加薩的族群清洗，以騰出空間給豪華房地產。透過強制性且懲罰性的封鎖，在古巴引發人道危機。
對伊朗發動了公然且不經思考的戰爭，包括轟炸一所學校，導致超過150名兒童和20名教師喪生，以及他荒謬地試圖完全殖民格陵蘭，完全違背現今居民的意願。這些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視為文明、正當或代表 ICM 所追求的團結精神。事實上，當川普的戰爭部長皮特·克格塞斯接受美國最近試圖將另一個中東國家被毀滅偽裝成解放的採訪時，他自豪地宣稱，現在唯一需要擔心的是那些以為自己會活下來的伊朗人。我們強調，美國政府在國際間所犯下的暴力行為，直接關乎會議參與者的安全與福祉這一主要關切。鑒於東道國一位最高階政府官員曾表達無差別殺害伊朗人的意圖，或可原諒一位伊朗數學家，無論其對戰爭的個人政治立場及發起者所宣稱的目標為何，在美國舉行的 ICM 中感受不到團結感。為了我們社群的安全，以及全球數學科學家間真正的團結，我們以下簽署人承諾，若 ICM 在美國舉行，將不參加。我們也敦促 IMU 將會議移至更友善的地點，讓 ICM 有機會成功實現促進數學家間凝聚力與團結的使命。